我们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非常精进虔诚的佛教信徒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利用早斋的时间啊，师父利用短短的给各位介绍这张印光大师所说的话。印光大师，我们都很明白，后人呢都知道，原来他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。大势至菩萨，成愿再来的菩萨。那么他讲的话啊，那绝对我们不会去怀疑的，值得我们信赖依靠。那么印光大师闭关呢30年呢，后来他大成就了。他讲出来的话，就代表佛陀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他说：“悉知佛法法门无量。”我们必须一定要知道，要了解。佛法法门是无量的，我们为什么法门有这么多呢？佛陀就比喻有84000法门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法门呢？佛陀说，因为众生的心、内心的烦恼，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你每一个的烦恼不一样，我就讲一个方法来针对治疗你现在目前的处境，你的烦恼心在哪里？用什么方法来救治你？所以法门有这么多，因为烦恼不一样，方法也就不一样。所以你看，悉知佛法，你必须要知道佛法法门无量，是针对我们众生的心。如果你没有这些烦恼，那佛也不需要讲那么多法了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佛很慈悲，彻底了解到众生的根性。这种人，你必须用这样的方法。这种人呢，他必须要另外一个方法。你看。他对症下药，佛陀太慈悲了，而且智慧非常圆满。大乘的菩萨，他就有大乘佛法；你小乘的，他就用小乘的佛法来教导他们。你是一个大学，是一个博士，他讲博士的理论告诉你；你是一个小学，一个字都不认识的，他也教导你这个方法。所以每一个对象不一样，你的程度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能够吸收的程度。你不一样的时候，佛就用这样的方式慢慢来对待你，让你能够慢慢的走向一个解脱之道。所以你看，佛法太伟大了。若欲以通身业力之凡夫，如果你想要有通身，就全身了。你全身都是业力的这种凡夫众生，满身都是罪业。我们来转世投胎的这个过程里面。各位，我们是带着罪业而来的，所以叫做业报身。我们全身都是充满着这种业障，给你束缚住的这种凡夫众生。什么叫凡夫？有贪嗔痴啊，有慢疑啊，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、骄慢的心、怀疑心很重的人，这叫凡夫。你以你这种条件。现身即得了生脱死，你想要在现世当中，你想要立即得到了生脱死，我不想生，那自然就脱离开这个死，没有生就没有死，各位对不对啊？现在为什么我们会有生死呢？轮回是因为我们又来了，来了你就自然会死亡，自然有一天你会离开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离开这个信愿念佛，要求生西方这一个方法，佛也说不出第二个法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都是靠自力，其他任何方法都是自力，要靠你自己的力量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是一个罪恶凡夫啊。业障束缚住了，被绑住的这么一个凡夫众生，你要想把你所有一些毛病全部去除、全部改变，我们做不来嘛。所以你看这个是多重要，尤其是你我这一种烦恼很重的人、业障很深的人，对世间的执着、贪求深又广的心从来不清净的人，你如果不好好的相信阿弥陀佛，你如果念佛就救度你，这个法你信不进去，你又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不好好的坚持念佛、精进来念佛，那你完了。佛说我说不出第二个方法来救度你了。所以我们意思就是提醒你，我们不要再怀疑了，
不要再三心两意了，不要再犹豫不决了。我们一心就投靠阿弥陀佛，我就发愿往生西方。如果你能够坚持，你这一辈子成就，一定成就。这段话太重要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谨记在心。人家都是菩萨，都是成愿再来的修行人。如果你再听不进去，我们就很容易堕落，继续沉沦，继续轮回。如果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大丈夫，我一定要去成就道业，那你就好好的信进去，把这句话永远铭记在心。原来我虽然是一个罪恶凡夫，但是我还有个方法可以解脱，可以得到我道业上的圆满跟成就。念佛才是往生的正因，真正的原因。信心，我对阿弥陀佛所讲的话，我不怀疑，这个是往生的根本。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根本在哪里啊？就是我有这个信心，我坚定不移啊，我就是坚持到底。如果你能够这样，在座各位，我们以后都在西方见面了。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，如果能听得进去，而且信受奉行，我们西方极乐世界见面了。我们在那永远不会分开，我们大家都去成就，成就以后，我们发愿。倒驾慈航来这个娑婆世界，广度一切十方众生，这个多有意义啊，对不对啊？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啊！今天这一段内容，因为实在太好了，这是印光大师的智慧，他这么开切的讲出他内心的话来告诉我们大家，所以我们绝对感恩你，感恩你，我们绝对相信，好好的坚持，各位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